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我是永群，我今日教大家是芭蕾瑜伽。前几摆的运动，安尼芭蕾瑜伽练习，观众朋友有冇爱感觉啊？系咩感觉？身材还有嘅体态变得更好嘅呢？感觉唔会疲惫，感觉有自信呢？嘿，更加开始强横起来，从身上痛下来做芭蕾瑜伽嘅哦。安尼芭蕾瑜伽基本动作还记得冇？记得吼，两只脚打开了，也是脚位、椅位，哈，芭蕾鼓轻重要哦，也是最基本的动作。加上我们的呼吸，加上我们的表情同眼神，好，听音乐耶，转移重心，检查的骨盆有畅冇？停空来，肚子舒空来，舌腹夹紧，控制你的骨盆肌肉，慢慢的数下来，平加安尼来做一个拉筋的动作，你的脚伸上去。好，伸出来哦，红的手吸气，跳起，可以把你的等的风，好，慢慢的你的跳拿，下去，你下面的脚来做鼓下去，伸出来，鼓，打侧。可能先上通下做，慢慢的做，做唔到唔怕，càng luôn可以弯弯腳彎趴。更加来侧身，转过来，吸气，好，跳起，可以嘅，尽量弯下去，唔可以多压偏都好诶。同样来做鼓，伸出，鼓下去，伸出。慢慢的数过来，好，更加看好我的脚哦，慢慢的转，转的到后背去，上面、下面，做一个平衡，像蝴蝶一样的展翅飞翔，两位都听来风。腳挺上去，再下來，踢上去，可以放下面的腳馬伸出來哦。慢慢的鼓下來，
原背放起来，莫太夹，咱唔要分分哦。回来中间，好，更加拿来碗片，腾一灯呢，慢慢的把呢另外一片，姜炒又温末，准备好的吼，来做鼓哦。分数，加上的表情，吞咽住。記得咯，放起來的時節，師傅要夾緊哦。手放下去，再伸出，腳慢慢地挺上來，都是數好來，伸出，腳趾頭伸出。慢慢地下來，天呢位耶，手放下去，牙膏，慢慢地腳狀挺上來，趕緊放上來哦，都是數上來，這份數上來，慢慢地下來。加腳伸上去，起去，跳去下去，鼓伸出，鼓下來，伸出，慢慢地做。天輪線上通下做，鼓下去，再伸出，記得嘅腳趾頭要伸出來哦。慢慢地放起來，轉過來，姜長嘅骨盆有出毛。有張毛，側彎腰，好，另外一隻手可以板輪，鼓下去，伸出，你嘅手盡量啲，你嘅鞋上放下去哦，放上去，慢慢地鼓來，慢慢地轉，可以嘅，盡量做一個平衡，兩隻手。用個天來下，好腳踢上去，一，用下來，二，三，四，
慢慢的下来，一样原背放来，轻轻的那么缓缓哦。好，跪在中间。好，来做一个压背动作，低后背，做压背。弯腰，再摆压背，数尽量伸出来哦。慢慢的过来，吸气，调气，今日动作好玩吗？好玩呀哈！动作有一些难度，而自家衡量自家能力哦。明日要重新上来，同下做运动，身材会变好，心情嘛会变好哦。好好运动，俺能下次上来了。